今日我哋貼心照顧同餵養寶寶嘅內容啦。咁呢個內容咧，包括呢啲餵 BB 嘅資訊啦，同埋照顧 BB 嘅貼士啦，所以咧都好適合你啦、你屋企人啦一齊聽嘅。咁等你哋可以知道多啲咧照顧 BB 嘅嘢，咁為 BB 出世咧做好準備。點樣同 BB 咧建立一個正面嘅親子關係啦？例如話 BB 出咗世之後，我點樣教佢啊？另外咧喺餵 BB 方面咧，你需要知道嘅嘢咧，我哋都會講埋嘅。好啦，大家睇到呢幾隻字喎，點樣同 BB 建立一個關係先？咁嗰個關係咧都唔係一個普通嘅關係喎，睇到可能係親密啦、互愛同埋正面嘅關係啦。咁首先咧就係你要識得咧感覺下你嘅 BB，即係我哋話你感覺到你嘅胎動嘛。咁今日咧，我相信都有唔同週數嘅媽咪咧喺度喎。你哋有冇一啲人咧已經感覺到 BB 喐緊咧？感覺係點咧？有啲媽咪同我分享咧，就話好似咧細細力啊彈彈下咁樣啦。我自己嗰陣時就覺得好似有條魚尾喺度撥下撥下我個肚咁樣啦。咁而家 BB 咧喺你身體裏面咧，其實咧你感應到 BB 之餘咧，BB 亦都同樣咧感應到你嘅。咁所以咧，你哋嗰個關係咧真係好神奇啊，好親密咁樣嘅。咁另外，你哋而家有冇做啲咩嘅親子活動咧，同你嘅胎兒聯繫同埋親近啊？如果冇都唔緊要喎，不如我哋睇下咧有啲咩可以做。其實咧，而家咧你可以輕輕咧摸下個肚啦，諗下肚入邊嘅 BB 做啲咩，同佢傾下偈啦，唱下歌，早啲咧同 BB 咧建立親密嘅關係，可以幫到佢腦部發展喎。仲可以咧邀請埋爸爸啦、哥哥啦、姐姐咧一齊參加添。咁不如我哋講下咧，到時 BB 出世之後，我哋點樣照顧佢，會令佢叻啲、開心啲。咁咧就同你分享下回應式教養呢樣嘢啦。咁回應式教養係乜嘢啊？其實咧回應式教養簡單嚟講咧，就係睇準時機。當 BB 咧表達佢有需要嘅時候咧，你就要即時啦，同埋適當咁樣回應佢喎。咁樣咧係有助 BB 腦部發展㗎。咁好啦，我哋講到 BB 嘅腦部，咁不如我哋又去睇下啦。BB 嘅腦部發展同啲咩有關係咧？其實咧，佢嘅腦部發展同佢日常嘅生活經驗，特別係你點樣回應 BB 啊，你點樣俾反應佢啊，有好大嘅關係嘅喎。咁我哋一齊睇下 BB 入邊個腦裏邊究竟發生緊咩事先。嗱，就好似呢幅圖咁啦。頭幾年咧 ，BB 腦裏面嘅神經系統咧喺度搭緊嗰啲線路啊，大家見到嗰啲就係嗰啲線路嚟噶啦。咁每次照顧者咧同 BB 互動，即係你譬如 BB 有啲反應俾你，你又回應佢啦，咁刺激緊呢啲線路嘅建立嘅，亦都會成為咧佢日後咧學嘢啊，學習呢啲唔同嘅基礎，譬如話講說話同人溝通啊，或者社交方面啦。好啦，咁我哋了解咗 BB 嘅腦部發展喎，咁你可能會諗，咁我日常咧其實有啲乜嘢可以做咧？咁其實都好簡單嘅啫，就係咧，當 BB 咧表達有需要嘅時候，咁如果佢大部分時間咧都可以得到爹哋媽咪或者照顧者嘅適時正面嘅回應嘅話咧，就能夠咧幫到佢咧呢個神經線路嘅過程咧提供一個有利嘅環境啦。咁研究發現咧，呢啲 BB 咧長遠嚟講，喺唔同嘅範疇表現，以至佢身體同埋情緒嘅健康都會好啲嘅喎。不過咧，你都可能聽過有啲人會話嘅，BB 咧，佢如果喊咧，你唔好咧就即刻抱佢啦，因為咧咁樣會縱壞 BB 嘅喎。你有冇聽過咧？我自己咧就聽過幾次啦。咁其實咧，大家都要明白咧，BB 咧佢都會利用透過喊啦嚟表達佢嘅需要嘅。佢可能咧有時會覺得有啲唔舒服啊，或者有啲緊張啊，覺得好凍啊，或者好肚餓啊、好熱啊等等嘅情況㗎喎。咁我哋可以做嘅咧就係，首先如果你聽到佢喊咧，我哋盡量去睇下佢有咩需要先。回應咗佢話 BB 你點啊？咩事啊？咁樣。咁如果咧發覺都唔係頭先我哋提及嗰啲問題喎。咁佢喊咧都可能咧係需要你安撫佢嘅，咁你可以做啲咩咧？譬如你可以好溫柔咁摸下佢，同佢傾下偈啦，俾啲音樂佢聽啊，甚至乎咧抱下佢，輕輕搖下佢，咁都得㗎喎。
咁抱 B B 咧，其實咧可以令到咧佢覺得啊，我爹哋媽咪咧都好關心我喎，咁咧亦都可以增加到佢嘅安全感，令佢咧更加信任你。咁樣做咧係有助 B B 嘅情緒發展嘅，所以千祈唔好由得 B B 喊啦。咁初生 B B 喊咧，其實係一個本能嘅需要嚟嘅，佢未識得詐嬌㗎。大家咧都唔需要特別擔心話，哇會唔會縱壞 B B 嘅？如果大家咧想知多啲早期經驗對 B B 腦部發展嘅影響咧，你哋可以睇下咧哈佛大學對於有關課題嘅資訊嘅。嗱，咁呢度咧有兩個 QR code 啦，大家咧又可以 cap 低個圖咧，咁啊上去咧再了解多深入啲。B B 出世之後咧，我哋點樣去維持同佢有一份親密嘅關係咧？有冇諗過啊？咁你哋有冇聽過肌膚相親啊？可能你哋咧產前檢查咧嘅時候都有人同你講過啦。咁其實肌膚相親係啲咩感覺咧？不如我哋而家咧即刻一齊體驗下。嗱，大家可以試下咧合埋眼睛，幻想一下咧俾你嘅伴侶攬住，係肌膚相親嗰種擁抱喎。大家覺得點啊？平時咧我喺健康院咧聽到有啲媽咪咧就話覺得好冧啦，同埋好親密嘅。其實咁親密嘅感覺咧，真係有醫學基礎㗎。直接嘅肌膚接觸咧，會令身體釋放一種荷爾蒙嘅。我哋咧一般咧就叫佢做愛嘅荷爾蒙。咁呢個名啊係愛嘅荷爾蒙啦，即係話你同 BB 咧好似啲俾啲愛環繞住咁，就好溫馨啦，好親密嘅。佢咧有咩用嘅咧？就係可以幫到咧相親緊嘅 BB 同埋媽咪咧，你哋穩定個情緒嘅。譬如 BB 喊得好犀利啊，或者媽媽咧好想同 BB 有個親密嘅時間啦，咁呢個咧愛嘅荷爾蒙咧都係當中咧發揮緊作用嘅。咁最新嘅科研咧都證實咧，咁樣對 BB 嘅腦部發展咧係非常有幫助嘅。咁所以咧肌膚接觸咧，大家可以肌膚相親啦，大家可以做多啲嘅。咁好啦，喺醫院裏邊嘞喎，咁可能助產士都有同你提及過，到時咧你喺醫院嗰度咧都會同 BB 做肌膚相親喎。咁究竟個情況係會點嘅咧？其實咧我哋大家一齊可以預備下啦。喺你生咗 BB 出嚟之後咧，咁你哋嘅心情咧都會好開心啦，因為你哋終於見面啊嘛，係咪？咁呢個時候咧，助產士咧就會將 BB 咧放喺你嘅身上面，就好似第一個圖咁樣啦。你哋咧中間咧係冇衣物阻隔嘅。咁然後咧 BB 咧就會聞下你，又望下你啦，好似第二、第三個圖咁啦。佢就知道，哦，原來你就係我媽咪啦。咁之後咧 BB 咧就會好似第四個圖咁，喐下喐下啦，爬下爬下咧，就去咧你個乳房嗰度咯噃。咁去到第五啦，嗰幅圖嗰度啦，BB 咧就慢慢咧學下食下食下，咁佢就食到咧第一口珍貴嘅初乳啦。其實 BB 出世之後喺產房內立即同 BB 進行肌膚相親，對 BB 同媽媽都有好多好處。對於 BB 嚟講，BB 能夠接觸媽媽身上嘅菌種，有助 BB 嘅正常菌種生長。而肌膚相親可以延續 BB 喺母體內嗰份溫馨感覺，可以為 BB 保暖喎，穩定佢嘅心跳同血糖喺正常範圍內，亦可以降低壓力荷爾蒙水平，有助 BB 保持低壓狀態同穩定情緒。而對於媽媽嚟講，喺產房內肌膚相親，除咗可以穩定媽媽嘅體溫，亦可以正面影響親職能力，有助建立親子關係。而頭先提及到透過釋放愛嘅荷爾蒙，亦可以幫助媽媽胎盤排出體外，減少產後貧血同促進子宮收縮。咁如果返咗屋企咧，有時 BB 喊啊，或者食奶之前想做肌膚相親啊，食完之後又想攬住 BB 掃下風啊，咁你又可以點做咧？大家可以睇下呢本書喎，愛從母乳開始嘅封面。大家睇到封面有啲咩特別咧？嗰個圖片係啦，肌膚相親嘅時候咧，其實咧 BB 咧就會趴喺媽咪胸前嗰度啦，緊貼住媽咪嘅肌膚㗎喎。咁媽咪咧又可以同時輕輕拍下佢，同佢傾下偈啦。咁肌膚相親唔一定好似呢個圖咁，BB 啲衫除晒嘅。咁你可以解開 BB 胸前嘅和尚袍咧，都一樣可以做到嘅。咁同 BB 肌膚相親有啲咩好處咧？
咁咧就係話，除咗可以咧令到你哋嘅親子關係更加親密啦，亦都可以穩定到 BB 情緒啦。呢啲頭先都講過㗎啦。最緊要都係可以話埋俾你聽咧，就係可以幫到媽咪你餵奶嘅時候咧，增強個噴奶反射，出奶咧出得好啲嘅喎。所以肌膚雙親咧都係你餵母乳嘅時候咧一個好好嘅方法嚟嘅。咁其實肌膚雙親，你睇下呢幅圖，都唔一定淨係 BB 同媽咪嘅喎，各位爹哋咧都可以試下㗎。其實咧，BB 出世嚟到呢個世界咧，經歷緊一個好大嘅轉變嘅。之前咧，佢咧喺呢個肚嗰度咧就暖粒粒啦，出到嚟咧之後咧，哇，好光啊，又有好多聲啊，仲要學下食奶啊、唞氣等等嘅情況咧，就好似移民咗去一個好陌生嘅地方咁樣。咁作為準父母啦，你哋咧就可以就住啱啱出世 BB 嘅需要咧，嚟幫助佢適應呢個新嘅世界。所以頭先提及嘅回應式教養啦、肌膚雙親啦，同埋擁抱啊、抱下 BB 啊，都有助 BB 嘅發展㗎。咁有啲咩方法咧可以安排到，令到自己容易啲照顧到 BB 咧？可能大家都有諗到啦，就係母嬰同房啦。原來母嬰同房咧喺醫院嘅時候咧都有做緊㗎咯喎。嗱，你哋生完 BB 出咗產房之後咧，就會安排咧去到產後病房嗰度啦。咁然後咧 BB 床咧就會放喺你哋側邊啦，方便咧媽咪你觀察啦，同埋照顧 BB 嘅需要。不過當然，如果你到時咧都覺得好攰，想休息下咧，你可以同護士傾下嘅。咁咧相信佢哋都好樂意幫你嘅。好啦，咁你抱 BB 翻屋企咯喎，咁 BB 床咧最好就放喺爹哋媽咪你哋嘅房嗰度啦，咁就可以隨時咧觀察、認識同埋回應到 BB，加強到咧你哋照顧佢嘅信心啦。咁呢個小貼士咧就話定俾你哋聽，而家咧你哋都已經可以諗下點樣將 BB 床咧放喺邊度啦。咁就算咧有啲爹哋媽咪咧，佢哋嘅房可能咧個位置唔係好足夠啦，真係冇 BB 床嘅話咧，如果將 BB 咧放喺大人床上面咧，一定要用一個搖籃分隔開嘅。不過我哋都建議咧，BB 同埋媽咪咧一定要分翻床瞓嘅。好啦，接住落嚟咧，我同大家講下餵 BB 嘅嘢咯喎。咁咧就係回應式嘅餵哺啦。大家有冇諗過咧？BB 出咗世之後，BB 攰咧嘅時候，佢會點㗎？佢係咪會打喊路啊？會喊或者好唔耐煩咁樣咧？咁如果 BB 肚餓，佢又會點啊？可能佢會食手仔，或者佢會嘴喐喐，甚至乎佢可能會大喊。原來 BB 咧，佢都會發出好多唔同嘅信號嚟表達佢唔同嘅需要喎。咁不如我哋傾得深入啲，講下 BB 肚餓嘅時候會有啲咩信號俾到你睇啊？嗱，我哋一齊玩一個小遊戲啊！如果你係 BB 嘅話，你最想媽咪喺你邊一個狀態餵你食奶咧？最想嗰個情況之下嚇。咁第一咧就係張開嘴巴啦，第二咧就係伸手入口啦，第三咧就係大聲哭鬧啦。咁大家咧而家咧可以利用大家可以諗下啦。好，咁我哋咧講開 BB 一啲肚餓嘅信號啦，不如我哋了解下幾時餵 BB 食奶咧係最好先。大家睇到嗬，嗱呢個 BB 咧，佢而家咧張開嘴巴啦，又轉頭覓食啦，咁樣喐喐下咁，其實咧佢已經表達緊話，我咧肚餓啦，媽咪。咁呢啲係一啲早期肚餓嘅信號，大家咧要把握住呢一個信號咧，見到咁樣咧就要即刻餵 BB 啦。呢個咧就係餵 BB 嘅最好時機。好啦，不如再介紹多少少啦，就係去到後期少少啦。BB 咧開始非常肚餓啦，咁伸隻手入個口啦，又手舞足蹈啦，甚至咧伸展啲手腳啦。咁即係話咧，我哋要快啲餵 BB 噶啦。呢啲咧就係一啲中期嘅肚餓信號。而最後啦，就係呢個 BB 咧喊晒喎，好凄涼咁，睇唔睇到啊？成面都紅晒，咁即係話哇 BB 真係餓得好犀利啦。咁可能喺呢個情況咧，你就要先安撫咗 BB 啦。呢啲係比較遲嘅肚餓信號嚟嘅。
咁啊，安撫咗 BB 之後咧，就先餵翻佢。譬如你可以做一個肌膚雙親啦，同佢傾下偈啊，抱下佢啊咁樣。咁咧，如果佢安撫咗佢啦，咁咧佢定咗啦，咁你就可以餵翻佢，咁佢就會食得好啲啦。頭先我提及過嗰啲信號咧，大家可以喺呢一張海報嗰度睇翻嘅。咁啊，我哋咧而家嘅 QR code，你哋可以 cap 低佢啦，攞到呢張海報，大家可以 download 翻去咧，慢慢睇嘅。講開食奶咧，同埋喊嘅呢啲信號咧，可能又會有人同你講喎，我哋等 BB 喊下、餓下先餵佢啦，咁樣 BB 會食多啲嘅喎。大家有冇聽過啊？其實咧，聰明嘅你哋咧，如果聽到頭先我講嘅嘢咧，就知道啦。等 BB 喊啊、哭鬧呢啲咧，係比較遲嘅信號啦。咁等到佢好肚餓先餵佢咧，咁啊影響到佢嘅吸啜啦。雖然咧佢個嘴咧好似呢幅圖咁啊，擘到好大，但係咧佢條脷咧就向上捲咗，所以咧就阻礙咗正確含乳啦。大家要避免呢個情況喎。我哋破解咗頭先嗰啲迷思之後咧，不如同大家重溫一下一啲餵哺嘅 tips 啊。原來咧 BB 咧少少肚餓同埋多多肚餓咧發出嘅信號都會唔同嘅。咁我哋留意到 BB 早期肚餓信號咧，我哋就餵佢啦。咁早啲回應 BB 嘅需要咧，可以幫到佢腦部發展啦，增強到佢安全感嘅。咁呢一樣嘢咧，要提下大家，就係餵 BB 嘅時候咧，你記住同佢傾下偈啊，望住佢啊，摸下佢喎。咁樣咧，滿足到佢食嘢嘅需要，同時咧，又可以幫到你哋嘅親子關係咧更加緊密啦。所以如果就算有人到時幫手你餵 BB 啊、湊 BB 啊，都盡量咧自己咧親自餵翻。如果咧想知多啲 BB 唔同嘅信號，唔單止係嘅肚餓嘅信號咧，你哋可以參考下呢張單張嘅，入邊都會講到，譬如 BB 想同人玩啊，會有啲咩表情啊，有咩動作啊咁樣。咁你哋而家可以咧 cap 咗呢個圖佢 download 翻呢一張單張嘅。咁大家多啲了解 BB 唔同嘅需要同埋佢嘅信號咧，就識得啦，到時點樣回應 BB 啦。不如我哋而家咧又傾下咧直接嘅母乳餵哺，即係話抱 BB 埋身餵奶啦，有咩好處咧？嗱，其實咧抱 BB 埋身餵奶咧，除咗回應緊 BB 咧食奶嘅需要之外咧，亦都由 BB 咧自己控制食幾多，唔會咧食過量嘅，而且咧仲可以回應到媽媽你啦同 BB 嘅情感需要添。你可以藉住埋身餵 BB 嚟安撫 BB 不安嘅情緒嘅喎，或者咧媽咪你想同 BB 有啲親密嘅時間咧，都可以咁做嘅。其實 BB 而家未出世咧，但係咧我相信你哋已經為佢咧做咗好多唔同嘅決定啦。譬如話諗住買邊張床仔啊，或者要買幾多套衫等等嘅。相信大家咧做呢啲決定之前咧，做咗好多資料嘅搜集。而餵哺 BB 方面咧，其實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決定。咁想同你分享下啦，呢度有個媽咪同埋爹哋喎，佢哋咧都同你一樣嘅，期待緊 BB 出世。不如我哋睇下佢講啲乜嘢？第一次做媽媽梗係緊張啦，咩都唔識喎，由零開始。我做咗好多資料搜集啦，知道人奶有多營養，有多抗體啦。咁所以未生之前，我已經諗住餵人奶㗎啦。一早知道我太太咧就有咁樣嘅計劃嘅。其實初初我咩都唔識，又幫唔到手啦。咁我就去參加咗母乳小組啦。咁呢對爹哋媽咪咧，佢哋就有啲計劃喎，就係咧佢哋咧決定咧餵母乳啦，媽咪。咁爹哋咧就決定咧參加個母乳小組喎。咁可能咧你哋又喺度諗緊到時我餵人奶好啊，餵奶粉好啊，定係混合餵哺好咧？咁咧我希望咧都可以幫大家咧做呢個決定之前咧，俾到多啲資料你哋嘅。咁我準備咗一張圖片嘅，就係母乳同配方奶嘅成分比較圖啦。顯示出咧母乳同配方奶嘅成分比較啦，有咩分別咁樣？大家可以留意到咧，其實母乳咧唔單止提供到一啲基本營養嘅，入邊嘅成分咧都好有生命力同埋好豐富喎。譬如咧佢有啲抗體啊、免疫球蛋白等等，咁咧佢咧其實咧都係為 BB 咧而度身訂造嘅食物嚟嘅。其實我哋睇翻好多數據都知道咧，好多媽咪咧都想試下餵母乳嘅，因為大家都明白咧餵母乳嘅好處啊嘛。
但係到時咧，可能你身邊嘅人咧係會擔心你辛苦啦，想你多啲休息，就諗住幫你餵啲奶粉俾 BB 飲嘅。咁你咧可以透過睇下呢張單張，餵哺孩子知情決定，就會知道多啲全面嘅資訊啦。譬如話，例如咧，如果加咗啲奶粉嘅時候咧，會有啲咩風險啊？奶粉嘅成分咧遠低於母乳啦，而奶粉製造嘅過程咧都有可能受到污染。咁不必要咁添加咗奶粉咧，就會減少你母乳嘅製造量啦。咁希望喺你而家懷孕期間咧，你可以準備得好啲，知多啲。當你要實行咧你嘅餵哺計劃嘅時候咧，更加容易咧就容易做到啦，同埋適合你同埋 BB 嘅。如果有啲媽咪咧打算餵人奶喎，有冇諗過餵幾耐啊？咁我睇翻一啲香港嘅數據咧，當中都有提及到，有8至9成嘅媽咪咧喺出院嘅時候咧都餵 BB 食母乳嘅喎，而當中咧好犀利嘅，都有一半以上，一半嘅媽咪左右啦，可以持續餵 BB 咧到4至6個月大嘅。咁香港媽咪咧，佢哋咧都知道餵母乳嘅好處啦。咁世界衛生組織點樣建議我哋餵 BB 咧？大家咧可以睇下我從母乳開始嘅第1章啦。咁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嘅建議咧 ，BB 出世咧最初6個月咧就食全母乳啦，去到6個月大左右咧就慢慢咧添加固體食物啦，滿足到 BB 咧佢嘅營養需要嘅，並且咧繼續餵母乳到2歲或者以上。點解咧世界衛生組織會有呢個建議咧？點解係6個月啊？點解係2歲啊？原來咧就係因為 BB 咧由出世到6個月大嘅時候咧，全母乳嘅餵哺咧已經完全咧滿足到 BB 嘅營養需要啦，幫到佢腦部、視力同埋腸胃嘅發育。咁呢啲咧都係好緊要嘅發育喎，而且咧對 BB 嘅好處同埋保護咧係最多嘅。至於點解要餵到2歲或者以上咧？就係因為咧可以喺 BB 脆弱嘅時候咧保護到佢。原來媽咪你而家咧喺懷孕期間咧俾 BB 嘅抗體咧，去到6個月大左右咧就會用完啦。但係咧 BB 咧喺頭嗰2-3年咧自己製造抗體嘅能力咧係低嘅，容易咧受到感染。咁母乳入邊嘅天然抗體啦、活免疫細胞甚至一啲酵素咧，佢可以喺呢個時候咧就保護到 BB，減少受感染嘅風險啦。而且咧母乳嘅成分咧，其實咧佢跟住 BB 嘅成長會調整嘅，係好有生命力同埋配合到佢唔同階段嘅需要啊。無論咧你餵到 BB 母乳係多定係少都好啦，只要 BB 咧食到你嘅母乳咧，對佢嘅健康咧都係非常有益處嘅。